咱现场的遮所有伟大的妈妈讲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感谢主，咱来看一位的圣经，罗马书8章35节至39节，遮安尼讲：啥人会当测量基督对咱的疼？是艰难，是患难，是困苦，是迫害，是妖恶，是善者，是危险，还是惨死？拢毋是，而且一切代志，咱靠听咱的上帝得胜到有存。因为我确实，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灵界的统领者，或者是权能的，是现今还是将来的，是天顶还是地下的神灵，还是其他的被造物，拢袂当测量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感谢主，上帝的本质就是疼，伊大先疼咱，伊教咱怎样彼此相疼。这个疼对伊来，伊的本质永远袂改变。只是咱要用你的疼永袂变这首诗歌，咱做伙来备办心，进入今早起的祈祷甲敬拜。你疼永袂变。你老出不回，世情我有悔，将我的生命烧毁，为着我的罪，甘愿来牺牲，显明你的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疼的宝贵。献上家己用军队，有伤心甲泪滴，有世事甲离别，愿光强壮大，永远袂退后。哦，你疼永无退，对家己到永远，深深关靠我心底。无论天地变化，还是世事变迁，拢袂为着我甲你行家己。你老出不回，世情我有悔，将我的生命烧毁，为着我的罪，甘愿来牺牲，显明你叫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疼的宝贵，献上家己用军队，有伤心甲泪滴，有世事甲离别，愿光强壮大，永远袂退后。哦，你疼永无变，对家己到永远，深深关下我心底。无论天地变化，还是世事变迁，拢袂为叫我甲你行家己。是啊，无论世事的变迁，拢袂当叫咱甲主的疼来相隔离。就算讲即摆有人较真，伊咧介意，上帝的疼有缘，甲遮的朋友三个伫咧，咱只是要为着几项代志来祈祷。首先，为着你个人甲上帝的关系，恳求主赏赐祈祷的灵，高我你我，诚做一个爱祈祷的人。来到主的面前，咱三甲来思考反省，咱是毋是有得失人，得失上帝？恳求主怜悯赦免，帮助咱无论是伫逆境、伫顺境，
凡事感恩，嘴唇结出娱乐赞美的果子，这是咱做伙为着你个人甲上帝的关系，咱来祈祷。向阮的天父上帝主啊，请恁向阮有一个智慧，向阮面对着人生一个困难时，阮拢仰望着主，阮愿意祈祷，听主向阮的意念，做出最正确的判断。主啊，你是阮的主，你是阮永生的主，请你不断的带领阮。主啊，你是掌管万民的主，恳求主赐下每一个你的影子有祈祷的灵，高把阮成做一个爱祈祷、爱亲近你的人。恳求你洁净阮的心思意念，让阮的心独独较无听候你，专心来爱你，日日超人敬虔的生活。我靠圣神，成做刚强壮大、有信心、有能力的人，互阮定定甲你三个人伫你的内面，彰显你的属性，活出公义、和平、正直、温柔、良善、怜悯、慈爱、谦卑、忍耐，还有喜乐的生命款式。恳求主差派信心来帮助提醒，互阮有固定的读经、祈祷、默想的灵修生活，超人敬虔持续的心，互阮有健康佮丰盛的属灵生命。阮当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煞接，咱要为着咱教会中每一个家庭甲上帝的关系来祈祷。咱知影，一个健康的教会是最健康的家庭所组成的。只是咱要为着教会当中每一个家庭来祈祷，恳求主来成就一人信主、全家得救的应允，让每一个家庭通来经历救恩甲喜乐，成做祈祷、赞美、服侍上帝的家庭。也赐予咱每一个家庭内底的父母、夫妻，通同心伫基督内底，有智慧来管理咱的家庭，关心咱的细囝的灵性。家庭中时时充满你的疼，帮助咱每一个属神的家庭活出美好的见证，通来影响咱四周围的朋友甲咱的社会。咱做伙为着教会中每一个家庭甲上帝关系，咱来做伙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这是我们为着阮富强教会每一个家庭来祈祷，恳求你教导阮伫婚姻的生活中尊主做大，夫妻彼此相疼、相接纳、相扶持，佮赐下勇气佮智慧。当阮的家庭遭遇着挑战佮困难时，我有能力去抵挡一切攻击佮破坏。伫家庭，尤其细囝的顶面，帮助阮的细囝无受到3C 的电子商品、手机啊、iPhone 电脑的捆绑，看重家庭的时间，通有家庭祭坛甲主亲近的聚会。嘛恳求主帮助陷落伫经济困难、事业工课无顺遂的家庭，互因伫困难中学习忍耐、听候、坚固因信心，因为阮深信主，你是阮患难中随时的帮衬。主啊，你成做每一个家庭中的大家长，祝福富强教会每一个属主的家庭，拢通活出美好的见证，来影响一个人来认捌主耶稣基督。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求，阿门。你这永无变，你家己到永远，亲亲关爱我心田。无论一个变化，还是世事变迁，拢袂袂叫我甲你听过你。你这永无变。
咱要为着台湾的疫情，甲教会中的集体来祈祷。咱有看见这2礼拜以来，台湾的疫情大大的升温，侪受到疫情来影响到就学、生活、工作、事业挑战的，恳求主赐下智慧，帮助咱通度过这个工作的困境甲经济危机。这时也要邀请你，为着你所认捌的亲人朋友来为因提名祈祷。有可能因为疫情，因即摆在隔离当中，或者是已经确诊的，也是有影响到因的经济困难、事业工作、人际、心灵受压制的，身躯有病痛的，或者是已经停止聚会的，请你为着你所关心的迄个人，咱做伙开声，来为着台湾的疫情，甲咱的集体做伙来祈祷。想听咱特别上帝主啊，请你收你灵母医治的疼痛，好每一个人伫疾病当中，活出主你美好的见证。我无惊吓，无恐惧，主啊，你一定会带阮度过这一难关。主美怜悯的天父上帝，阮有看见新冠病毒渐渐升温，伫阮的国家甲社区中大大感染起来。总是阮有缘要为着所领受的平安来献上感谢，为着侪伫第一线的政府官员所领导的医师医护团队来祈祷，恳求主赐下智慧甲好的防疫策略，通保守看顾受到病毒威胁的百姓。侪因为疫情遭受到工作生活困难的人，主啊，求你怜悯，保守因的身心灵的健康。互阮有缘有对你来的信心，来面对这个疫情的变化。这时，阮也要为着教会当中遗体欠安、心灵软弱的朋友来祈祷，恳求主使阮怜悯医治伫因的心上，因为疫情来影响到经济工作的，恳求你赐下智慧，帮助因度过困境甲经济危机。阮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煞者，咱要为着国家的安全，甲世界的公义和平来祈祷。咱有缘伫电视新闻有看到，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拍2个月月啊！恳求主赐下怜悯慈爱伫这个战乱的土地，也恳求主通保守伫战火中这些百姓、妇女、老人、细囝，保护因的安全。主你真做因的避难所。还佫因为战争所引起的全球的经济危机风平，咱做伙开声，来为着国家安全、甲世界公义和平来祈祷。主啊，请你至圣的主，阮谦卑来到你的宝座前，你是充满公义甲怜悯，主啊。因为人类的贪婪和恶欲，时常只看重家己的利益甲欲望，造成这个世界充满不公不义，大国吞吃小国，有权势压迫弱小的，下侪人活伫黑暗当中。我们为着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事来祈祷，我看到战乱，侪人失去伊的性命甲家园、亲人。主啊，恳求你听见黑暗中求救的声。求你的圣手来安慰、保护无安的灵魂，因为战争所引起的世界经济的危机甲通膨，通紧紧得到控制。互你的公义甲和平临到伫你的世界。我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信主的名求，阿门。祝你听永袂变。听言归变，对家己到永远，亲亲关爱我心田。无论天地变化，还是世事变迁，拢微微叫我甲你正家己。哦，你听言归变，对家己到永远。亲关爱我心田，无论
教会中级团契首长、团长、区长、小组长，整个教会的宣教的事工，咱做伙来祈祷，为着福强教会，通成做一个祈祷、敬拜、赞美，较无属灵复兴、传福音有异常的教会。带领团契首长、小组长有火热服侍的心智，有较无敬畏、活泼祈祷的灵，因为因的服侍满有温果，大有功效，充满宣教的异象。只是你会当为着你的小组长、你的区长，或者是你团契的会长，咱做伙来为着咱整个教会的宣教事工，咱开声来祈祷。想要听特别上帝主啊，请你赐这信心来保护阮的牧师、阮的牧者、阮的同工、阮的所有的各团契的小长，还因免受到属灵的征战。主啊，请你帮助因刚强壮大来保护阮福强教会，还因看到阮所有的会友好走伫主你的道路。主，我感谢我们学乐你，主啊，是我谢摇花外石盘。愿我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恳求你彰显福强教会的宣教计划甲异象。恳求你兴起中级团契首长、队长、小组长、信徒来成做牧师、传道、干事上好的同工，互阮通用祈祷、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教会、牧区、团契等等所有要推动的事工。互阮伫所有的事工顶面，看到家己的责任，通彼此来配合，同心合一来兴旺主的圣工，互整个教会的发展会当行踏伫合主心意的道路，彼此相服侍。相时，阮也愿意不断装备家己，为主所用，互福强教会通成做这个城市、这个社区祝福的大出口。来回应你对阮每一个人的呼召，阮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Amen。最后，咱若要为着今早起的主日敬拜、服侍、听书还有学牧师的信息所传讲的，咱做伙来祈祷，恳求主的神充满伫在座和线顶所有的兄弟姊妹身上，保守带领今主日的敬拜，对头到尾。主的恩典满满，甲咱伫地，咱做伙同心，为着今早起的主日敬拜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赐下祈祷、敬拜、学乐灵运行伫阮福强教会中间。互阮的敬拜充满上帝你荣耀的同在，保守看顾今早起经过主日礼拜定数一切顺遂，保守阮的下牧师今早起所要分享传讲的信息，温果伫高抹伫阮下牧师，互伊所讲的句句带着属灵的气力，丰丰富富吸收伫心内，成做阮兄弟姊妹信仰甲生活顶面属灵的美流，通过信息甲启示。来经历奇妙的恩典的听透，嘛求主纪念伫阮中间，也伫阮线顶还未信主的兄弟姊妹，恳求主你属灵甲因伫地，互因享受伫敬拜甲你相拄，生活得到改变，从今早起的主日敬拜，恭敬交托伫主你的圣手，求主掌权。阮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信主的名求，阿门。感谢主。伫咱每一个主日开始，咱会当用祈祷、用敬拜来进入开始。即时要邀请咱做伙起立，咱要做声来学乐、来敬拜、阳光圣羊歌，因为只有伊独独值得咱敬拜、学乐的主，阳光圣羊歌。歌。
看伫咱的娱乐，因为上帝定赢过这一切，咱要做伙来吟唱诗121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上帝疼痛赢过一切，一定欢喜降落地，求你点燃在你心内，献出你的大仁爱，求主你是慈悲怜悯，你的脚步可顺情，将你救恩这是当你真的我仰仰的心，全能救主是我拯救主，你生命愿承受，这里圣天愿你降临，因我无力量完成，我要亲像天在天国，只想我努力大恩，永远感谢我的生命，荣耀你完全的听，有你定心做我心情，清气无点无了饮，我愿看见你大救恩，完全归向来亲阮，我愿永隔都在永隔，对感恩日日落雨，红颜面流的主面前，何乐清风永无尽。
天顶的主上帝，你的疼赢过一切，互世间人伫你的疼内面，对你领受生命，对你领受恩典，也对你领受这个美丽的世界，互人类伫遮来徛起。我感谢你，你通过母亲的疼，互世间人会当伫生命的中间感受到主你的恩典。主啊，伫这个母亲节的感恩的主日，愿正兄弟姊妹聚集伫遮，要学乐敬拜，是因为阮知一切疼的根源是对主你所来。主啊，愿阮今仔日的敬拜，互每一个母亲领受到主你较大的祝福甲保守，也阮伫线顶的聚会兄弟姊妹，也是伫现场的兄弟姊妹，愿拢通得到主你赏赐的平安、快乐甲信心。愿主的荣耀伫遮得到彰显，也愿众人拢伫遮经历着上帝你圣神的膏抹，领受着你无限的恩典、圣经话语的启示甲教导。我们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阮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大家请坐。咱这位来启用，启用文31篇，诗篇127、128篇。我来启，大家来用。厝体若毋是上主起造，城若毋是上主固守，恁早早起来。晚晚才困，上主所疼的人，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种地爸爸的人真有福气。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结果子的葡萄树。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予你。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当日是一个欢喜感动的母亲节。阮知母亲的爱悬如山，深似海。伊亲像蜡烛，总是牺牲自己，无求回报；亲像甘露，日夜当转，也无嫌夜线。只求家庭大大细细，若会当温饱平安，所有的辛劳甲重担，拢成做伊的满足甲甘甜的笑容。妈妈，你真伟大，我爱你。主求你祝福妈妈，互每一位母亲，因的身体健康，出入平安。
肉体心灵拢有你力上加力、稳上加稳的管握。也求你赐了智慧，互做囝儿的阮，伫孝敬父母的时，凡事大心、温柔甲感谢，好款待伫各项事的顶面，互父母得到温暖、安慰、欢喜甲荣耀。也通像你讲的，孝敬父母的人有福气。要得到你的地久久长长，感谢主。主耶稣，福摩萨的台湾，四季如春，物产丰足。这讲上水的景色，就是勤劳良善的人。这也是阮共同拍拼安居乐业的好所在，嘛是供应阮。拥饲阮的母亲，然而面对中共并吞的野心、军事武力的扰乱，加上国内部分有利用外河的同路人，因假消息不断，互国际上认为这是一个带来威胁甲不安的区域，对照了俄罗斯侵略的战争，造成乌克兰家破家亡，实在令人痛心甲难过。然而，无论世局如何的演变，环境原来那险恶，万主的主，万王的王，你的腿、你的管，拢要保守看顾阮。你讲，骄傲拢伫失败的大胜，讲高的人的心总是伫跋倒的头前。你的话还明白，胜败是在你的内面，毋是大国强权就会赢。你也警醒阮讲，当患难的日，你若退休，你就无气力。主的真理句句拢是阮的引带甲帮赞，是阮的信心甲勇气。感谢主，和平公义的主上帝，你是十字架顶赢过死亡搁活的胜利者。死荫山谷有你同行，阮就无惊吓，无胆响。求你人民的恩，互乌克兰早日脱离战争，幸福百姓有平安的生活。也求你做阮的盾牌，互阮台湾不容易得到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国度无摇错。愿你伫地任，亲像伫天任的国领导这块土地。感谢主。再一次，阮嘛求你祝福互天下所有的妈妈，台湾阮的母亲，祝因母亲节快乐。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享受上帝的话，今仔的经节有两段。第一段是《箴言》29篇15节以及17节；第二段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第6节到第8节。我先来恭读《箴言》这段29章15节安尼讲。管教甲节度会加添智慧，无管教的囡仔会互老母见笑。
管教你的囝，伊会互你安心，阁会互你的心欢喜。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第6节到第8节，我来强读。阮嘛毋捌对人，无论是恁也是别人，求荣光。虽然做基督的使徒，阮本来贪要求恁尊重阮，毋过阮伫恁中间的时，温柔对待恁，亲像年母在摇囡仔。既然阮遐尼疼惜你，毋但愿意甲恁分享上帝的福音，连阮家己的性命拢甘愿互恁，因为恁是我所疼的。圣经读到这，接续咱请敬爱主日学的师生要为咱来献诗，献诗煞请牧师为咱讲道。牧师今日要讲的主题是母爱、天性甲智慧。母爱、天性甲智慧。
妈妈，我想对你说，妈妈，我以后赚钱全部给你花。妈妈，我觉得你很辛苦。Mother, I love you。妈妈，谢谢你。妈妈，你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妈妈你辛苦了，谢谢你照顾我长大，我爱你。啊，我忘记了。妈妈，谢谢你辛苦的生下我，你辛苦了。妈妈，谢谢你每天照顾我，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啊！阿妈，谢谢你照顾我。岁月外购，妈妈，谢谢你，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咱真多谢咱遮的主日的学生吼，顶礼拜呢，安尼足用心家己录起来吼。咱的主日嘛，即礼拜暂停聚会啦吼。因想讲安尼用录影来甲大家再来做妈妈的祝福，也通安尼有减少迄个感染的迄个可能性安尼吼。今日真欢喜，伫这母亲节咱幼园有真侪兄弟，特别遮的妈妈吼。来到咱中间啦吼，咱顶日呢，咱的办公室咧讲毋知妈妈偌济人会来吼，咱要准备礼物甲花吼，有点安尼算袂准安尼吼，嘿有可能吼，安尼若花伤济，可能一个妈妈会举2支安尼吼，总是咱大家当来到遮，这是上帝保守吼，因为咱拢知影即马咱的疫情的情形虽然感染会愈来愈济，但是比率就是讲重症也是中症的即个比率，毋是介悬，所以咱重要的是求主保守咱大家有够个抵抗力，身体的状况真好势，感染着咱无拄着困难，食药休困，安尼就会恢复安尼。所以咱甲遮的所有在场的妈妈讲祝你母亲节快乐，好无？甲咱隔壁的妈妈祝你母亲节快乐。感谢主遮的妈妈，上帝恩典甲恁支持。咱要三角来分享主话之前，咱大声来做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母亲永远是阮生命中上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对因的疼，阮通忠诚，阮也通对主的疼有一个第一手的体验。阮要用你的话，搁一遍来学习。互阮通过上帝的疼来疼人，也认捌妈妈的疼。伫你面前，愿你圣神甲阮同在，互阮讲甲听的平平得到造就。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日即个主题吼，毋是什么新的主题，但是真值得咱来安静思考，就是老母的疼吼。这是天生的，咱拢知影。对咱家己亲生的老母会体验到，咱对所有的万物动物、鸟只、鱼类动物，拢会通看到迄个老母的疼安怎表现出迄个，互咱感觉非常惊奇的快乐安尼。但是咱嘛共款会去看到讲，即个只有老母迄个天性来的疼，敢是毋是就是完美无法度通好改变？每一个囝儿因为安尼就有够业，这嘛是值得咱去思考。所以天性甲智慧要安怎运用，互老母的疼真正会当发挥伫囝儿的身上。这是咱对圣经所要学习的课题。台语的箴言吼，伊的翻译有加较文雅吼，文雅意思讲较现代的即个用语吼。伊讲管教甲嫉妒
会加添智慧啦吼。管教甲责罚会加添智慧，无管教的囡仔会互老母见识。所以管教甲责罚，咱做妈妈的拢真清楚。毋过咱原来原文吼咧翻译的时阵吼，伊是用鞭拍，用鞭来拍吼，甲管教。咱若听到讲哇，即声这无下咱台湾即卖的时空，甲咱即个法令呢，即卖若安尼囡仔会去告你家暴吼。所以咱毋是伫这文字咧打转啦，因迄个字古早的想法，甲现在想法。比如我即代可能定定互老爸老母用锤来讲，咱感觉讲足自然的、足惯势的，无讲较奇怪的吼。即马煞毋是咧，即马吼你厝里吼毋通有迄支锤互囡仔摕去做证据，就真惨啊安尼。伊的重点是咧讲，你安怎栽培，你安怎养育。你安怎教导你的囝子？讲有教导、有督责的，讲会互增加智慧；若无管教、无督责的，囡仔会互老母见识。所以讲第17节佫重复一遍，讲管教你的囝，伊会互你安心啦，佫会互你心欢喜。所以管教就是付出智慧，管教就是付出你对上帝领受会当。用老母天性的疼，加上你一个真水的安排，互囡仔的教导是正向的，是一个受到祝福的，是一个成长的，是一个互老母心欢喜有智慧的安尼。第二段经节是咧一个描述啦，伊咧描述讲，保罗先生呢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即个分享，伊咧关心遮个会友的中间，伊用老母咧饲囡仔、摇囡仔迄款温柔对待来描述伊对会众、伊对遮个兄弟姊妹的疼安尼。咱会通对圣经内面看见足侪安尼有智慧的老母，因安怎来请用伊的囝儿，诚做上帝所重用的工人安尼吼，这是。咱大圣要来学习的，但咱拄则有通过迄2节经节吼，上帝用老母的疼，在描述伊疼百姓，所以伊对遮个百姓做宣告。伫出来及29章的所在有讲，我陪着恁吼，亲像鹰母吼，就是讲老鹰的老母陪着细只迄个老鹰，陪伫即个石果顶，甲恁带来带恁来归伫我。老母的疼，就是上帝一种对世间人的表现。所以保罗对会众的表示，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表示，拢是用老母的疼。你意思毋是讲老母上帝敢若像老母尔，毋是啦，是要互听到这话的人，是咧感觉老母的疼就是安尼无毋对。老母亲像家母、家囝，亲像这动物，逐项的老母、逐种的老母，拢是咧照顾保护家己的囝儿，互囡仔无抵到拄着伤害。所以上帝才用老母的称呼来表示对百姓的疼安尼。咱都有讲过，保罗牧养羊群的疼嘛，是讲阮用温柔来对待恁，亲像老母咧即个摇这的细囝共款，儿女共款。上帝疼世间人是老母的疼，一个表示。保罗咧疼会众、疼会友，嘛是讲亲像老母咧摇囝共款。咱嘛拢知影吼，逐个人拢经验到，所以讲逐个拢会通嘛。因为你我逐个拢经验到老母的疼，所以人类呢对老母的学乐吼。这两句我感觉真有意思啦。第一句就是讲，伫这个世界上上接近上帝的疼，就是老母的疼。上接近上帝的疼，是应该是老母的疼。咱安尼学了老母真少做老爸会伫遐抗议啦。老爸讲你敢若讲老母疼，阮老爸敢无疼？是因为老母伊有独特的地位。什么独特的地位？因为老母有怀胎10个月生囝，迄个疼。最近咱伫
伫母亲节，大家拢会搁传迄个有一个导演吴念真吼，伊传的一块，得讲咱台湾的妇人人、查某人迄款的会感动。因为伊讲的足草根的，听了感觉足感动。其中有一句话真有意思吼，伊讲伊的老母呢，伫要离开世间之前吼，即个导演就甲伊妈妈问讲，你一世人拢为着别人得活吼，遮牺牲，你会感觉讲，你敢袂感觉讲足无价值的吼？讲伊的妈妈甲应一句话，讲吼生囝世间上疼、上痛疼的疼都经历过啊，哪有啥物疼经历袂过的咧？这就是真做讲老母有上帝予伊迄个顺延生囝的艰苦所带来迄个疼痛，已经超过人的亏力，这是上帝所予伊疼。第二个嘛真重要，伊讲一个好的老母吼，较赢过100个好老师啦。一个好老母赢过100个好老师，因为这个好老母是用生命咧教囡仔呢。所以咱今仔日一面表示对老母的感恩，一面咱嘛是咧学习讲，伫现代这个时代，这个老母安怎将做一个出色的老母，互上帝所重用的老母，迄个责任真重。所以咱讲吼，莫怪即马的妈妈拢无爱生伤济，因为无好教啦吼，无好饲阁无好教呢，因为迄个用的精神太多啊。古早吼，咱拢讲吼，囡仔若生落土吼，伊就家己土生土大就对啦，家己会大汉。即马毋是咱逐个烦恼所以莫怪即个政府安尼生一个补助偌济吼，补愈济也无增加偌济囡仔呢，是因为大家知影迄个管教、迄个请养是真无简单的事。咱伫圣经看见有几位吼，即款足值得咱学习的老母的疼。第一个是安那，有胆识甲魔力的疼，就是老母摩西的老母。摩西的老母叫做约基别，伊用策略甲勇气呢，保全伊即个婴仔摩西的性命。后来诚做伊带以色列人出来埃及的英雄。这是来讲电影定咧做吼，迄惊涛骇浪就对啦。当时法老就是要甲所有犹太人的查甫婴仔拢杀死嘛。迄阵迄种极权的统治的下面吼，迄囡仔哪会创会条咧？你看即个老母用偌济办法，吼，即个摩西出世的时阵吼，好的时阵，竟然无互遐兵丁也是遐孙查去查着啦。但是已经大汉啊，已经创袂条啊，要安怎？伊阁叫摩西阿姐呢吼，用一个安尼当时吼，也无像现在有迄塑胶桶啊，无啦。用迄个篮佫固迄个担仔架，互伊袂漏水吼，藏伫迄个芦苇的迄个草边啊呢，去互即个法老的公主看到，迄真奇妙吼。伫别个场合是看做这是应该要掠去杀的，但是对着即个法老的公主，伊看到即个囡仔，毋是对着，毋是要除掉的，是看到一个古水的婴仔，亲像一个红红幼幼的生命，迄老母会听出来啊！老母会听出来，无咧管法老的禁令啊咧吼。即个是我特别敬的，这例外吼无台的，抱转去王宫内底，摩西40冬，上介好的教育，上好的请养，上好的营养来养饲。后来毋知上帝带伊安尼伫40岁、80岁出来领导埃及人。这是一个真奇妙的一个妈妈吼。这个妈妈若无勇气，伊都毋甘囡仔吼，毋甘冒险吼，这个囡仔老早就无去啊啦，吼，毋甘冒险。所以因为老母呢有约基别的智慧，摩西毋若无亲像别个囡仔安尼出世就用杀掉，颠倒有机会进入埃及的王宫，学习埃及一切学问，后来成就伟大历史。第二个妈妈，咱嘛真熟，就是交托甲奉献的疼，就是撒母耳的老母汉娜。伊好不容易吼，甲上帝讨一个囝，迄
迄人咱本人的个性讲，我即个囝疼命命吼，嘿，迄是小甲迄咱讲干那独生一个囝嘛，所以一定压伫身躯边啦。但是因为伊甲上帝立约，伊得到即个囝，伊知影这是上帝伫身上显明伊的权柄甲权能的，所以伊愿意献伊的爱子来献身，离开身躯，离开身躯边，伫圣殿为主所用。这是咧描述即个囡仔奉献予上帝，伫以利先即个先知祭司的面头前的即个影像哈。咱人知影讲即款的老母，就是讲智慧伫遮啦。那剩伫天性，伊就暗条条甚至溺爱都拢有啦。但是即个时阵，智慧发生功效。伊甲上帝契约，伊知影讲，我会守即个忍受小小的分离，但是要成就上帝伫即个世囝身上所做迄个美好、伟大的事业安尼。所以撒母耳的老母汉娜是智慧的老母伊培养撒母耳即个敬虔的后代。伊的智慧是在于伊甲上帝中间的约定上帝约定咱也知影讲，撒母耳伊就是继承老母即款虔诚的信仰，后来不断成长，成做上帝所欢喜。伊是以色列历史中间最后一个士师啦，也毋是称作先知，等于是士师时代进入到了王国的时代、先知的时代，伊两个身份拢有做到，而且伊亲手按立。高油抹扫罗王甲大卫王，这是第二种智慧的老母的所在。第三老母嘛是咱所识的老母，单纯的信心甲培育的疼。提摩太的这个外妈，提摩太的外妈就是罗伊这个无画红线罗伊甲老母幼年期。用纯真的疼、的信心来培育伊，成做宣教的勇士啦。罗伊甲用伊的老母幼年期用纯真的信心来培养。所以保罗咧学了即个，也是讲肯定即个提摩太，是伊有互老母一个美好的培养但兄弟姊妹，提摩太的外妈甲母亲引带伊行信心的道路，互伊最细汉就明白圣经。这老母幼年期呢，是一个虔诚侍奉主的母亲，伊用言传身教为提摩太立了这个好的模样。这图画内底咧描述阿嬷甲老母疼惜这个提摩太的这个图画那。伫细汉的时阵就指导伊认捌圣经，知影用信心来仰望甲倚靠。所以咱通对圣经内面看见，这成功的老母，也是讲互人所尊敬的老母，伊毋是出于一个天性的疼，天性是大人拢有但是有智慧的疼，才会当成就一个世囝。感谢主，咱伫天性甲智慧的选择中间。是成做每一个老母的课题。你伫迄个自然的老母的天性的疼，也是讲这自然的疼中间，要加上智慧，互世囝得到成就。咱拢知影上帝创造甲内造啦你迄个老母都疼囝都自然的呢。赐予母亲，这是人类甲万物拢有有时就爱看到遐动物的影片讲迄动物那遐牛迄妈妈咧哭一阵，伊的幼囝毋知安怎甲教就对啦。咱知影伫迄种野外的动物老母第一要先保护囝儿的安全，第二爱教囝儿安怎道善对德，第三老母的责任是教囝安怎会晓讨食就对啦。所以你看迄狮仔啦，也是讲遐个动物爱会晓拍拉呢，无晓拍拉，你就食袂着，你就枵死安尼。所以真侪动物对出世到伊长成真侪拢是夭折去啦，拢因为互这大自然所损害去，会当生存落来是足少的呢。
咱若看见迄个鸟啊，也是讲迄个水鸭，伊训练伊的囡仔要安怎学飞吼，也是要经过迄个水路，拢用足侪办法就对。啊，这毋免我加讲，表示讲，即个老母的疼，即个天性的疼，自然发生的疼，毋免人教。即个疼是人类生命成长因素的动力，这无啥物通疑问的。但是咱阁听起一个话，听起种俗语咧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逐摆若老母咧责备囡仔讲，我做的拢是为着你好，啊，到底这个话是毋是至理名言呐？是毋是真正有效伫囡仔？这就值得咱思考啊！因为这讲出咱对亲子关系的刻板印象。但是咧，出于天性，就讲自然的疼甲善意，并无常常是正面的帮助。啊，若无今仔日咱就无看见什么叫做了尾仔囝吼，啊，迄放荡主，也是遐个安尼要互父母气死的即款囝。你天性的疼，自然栽培伊嘛是天性的疼，啊，就好啊，逐项拢好啊，对毋对？今日毋是。其中一项就是做伫迄个中间交照。第二是迄个天性的疼，若无加上智慧，常常互囡仔去掠做是理所当然的，掠做是应该的，掠做是应得的。即两日看到一个新闻嘛，足互人感觉真感触啦吼。讲有迄个军公教退休的老爸也是老母吼，足惊因囝转来，足惊因囝转来，因为吼，逐个月政府吼拨遐个退休金吼入去伊个口座吼，囝就来啊，啊囝来吼，老母老爸，伊若摕咧，来去邮局领钱安尼，啊领就搁摕走啊。啊，所以邮局的遐个柜台人员讲吼，伊逐个月拢看到这人间的悲喜剧啦，悲喜剧。因为吼，囝儿无逐个拢是真将才咧。啊，外口吼，啊，毋知安怎拍拼的，拍到迄阵啊，阁无他们成就啊，所以吼，逐个月若迄个退休金一个拨落来，就先走来要找老母啊，伊去选，伊去领钱。所以即个故事讲一个老母吼，拜托隔壁厝边吼无啥熟识的人，讲你陪我来去领钱，因为伊要赶紧甲领出来，甲藏起来，啊无囝儿摕去伊家己连生活都歹过咧。啊，所以咱的意思就是讲，天性的疼，迄自然无啥物意义，但是要安怎互囝儿成做一个负责任，成做一个敬畏老母的，毋是只讲天性的疼啦定。所以呢，有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吼，伊是少年就研究即个亲子关系，要怎养育子女，吼，足有自信就对啦。所以呢，佫是名嘴咧，啊，大家拢请伊去演讲，要请伊演讲吼，吼，伊迄阵还未结婚啦，啊，所以呢，伊一个出去演讲，讲啊，哇，天花乱坠呢，伊即个题目吼，逐个所在讲拢足空洞的，讲叫做养育子女的12个必备条件，安尼啦。感觉足肯定自信的就对啦。后来伊结婚咯，生第一个囝，伊讲：吼啊，这囝无好养呢吼。后摆出去毋敢用这个题目啊，用第二个题目，讲养育囝儿的12个建议。安尼什么意思？头前是吼斩钉截铁，绝对照我来做就对啦。即马毋是啊，建议你安尼做吼，啊会成功袂成功我毋敢讲哦。即马佫生第二个了呀，吼，迄个性佫愈无共款，要怎养袂好势。好啊，即马毋敢用这个题目啊，用第3个题目，养育子女的12个提示，就是讲，互你参考的安尼就对啦。啊，人看见讲，啊，天下无一个绝对标准的饲囝的秘方啦，无啦，只有对上帝来智慧才有法度。无共款的囝儿，无共款的个性，无共款的成长的背景，啊，所以犹太人的家庭。因主要的教育的责任放伫老母，所以对犹太人来讲，老母的这个名称是一个足尊贵的头衔就对啦。啊，咱嘛知影讲犹太人足好教囝，
犹太人占美国总人口的人口数吼，无到3%，3%，但是全大学美国的大学犹太系统的教授占30%，30%拢是犹太人，而且诺贝尔奖得主是15%拢是犹太人，表示讲犹太人伊的人数少，但是伊的比率，若要用咱世间的即个价值讲成功的老母吼。成功的即个教育，因是放大遮侪倍就对啦。他这犹太人的老母，伊敢真正生落来囝拢智能甲智商拢比人较悬吗？无。经过人类的迄个统计吼，犹太人的智商嘛无比一般的其他的人种较济啊。但是因为因有一个敬畏上帝的传统。对上帝领受智慧的传统，所以因咧教囝，因就有对上帝来的智慧。像你即位箴言第9章第10节，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人捌至圣者便是聪明。犹太人就是照即个旧约的教示安尼来做。老母是先对上帝求智慧，毋是讲人讲安尼教，我就安尼教。遐个基本的教拢无问题啦，拢是真好的知识。但是伊知影要互一个囝成功，爱付上祈祷的代价，付上上帝予伊智慧的代价。所以箴言31章6節，伊讲在地负责人开喙就有智慧，就发出智慧。伊的嘴的顶面有仁慈的法则。这拢是对圣经内底所领受到一个上帝所听、上帝所重用的老母。所以。咱拄则看的经节吼，箴言29章15節甲17節，伊讲笃直囝兒能增加智慧，會互老母終生平安喜樂吼。這是咱原台語的聖經節，就是講管教較笃直會互伊生智慧啦。咱嘛看去聖經內底真清楚，希伯來書12章第7節講，主管教伊所聽的人，主管教伊所聽的，講。恁愛忍受管教，因為恁受管教是表示上帝對待恁親像囝兒共款。所以上帝咧教示咱吼，咱毋通想講那遐重擔、遐重、遐濟困難呢，毋是啦。因為伊聽你才要教你啦。所以上帝會教示你，互上帝聽呢。上帝若毋插你吼，咱才就愛煩惱生慘。這是原文的聖經，伊講因為主管教伊所聽的人，鞭拍伊所接納的逐個囝兒。要忍受管教，上帝款待恁親像囝兒，兼有囝兒無受父母管教。所以咱對這個經節所領受到的，咱知影講，迄個管教是一個真大、真大、真深的藝術啦。但是藝術一個源頭是對於倒位呢？就是用智慧管教兒女，用智慧來管教兒女，有天性的定迄個動力，加上智慧，安尼才會互一個囡仔。來成就，第一就是要克服出於天性的關愛。咱攏知影講吼，真濟家庭吼，老母疼囝，咱攏無講伊疼了真少啦，是疼傷濟對無？講溺愛對毋對？連教攏毋教，互囡仔吼，煞變做放縱去，掠做講吼，這是應該得的嘛。所以迄個天性的疼，無一定是100%正確哦。咱嘛常聽去進前吼，迄20-30冬，中國吼都一胎化對毋對？一胎化的囡仔吼，哇，發生一個時代的就按，迄個囡仔成長哦，足奇怪，性格偏差就對啦。因為伊無兄弟姊妹，就交一個囝，所以父母的攏伊個，所以變做講對父母的疼較敬意無啦，是感覺我應得的，所以產生真濟問題佇來。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見聖經內底遮個老母，就是你安怎對上帝求智慧，而且是要付出受苦甲犧牲的代價。毋是講我逐項吼攏應付甲夠，安尼叫做疼。你有時愛忍受囝兒，親像摩西的老母，親像撒母耳的老母，用受苦甲犧牲咧做代價。做基督徒的老母上重要的一個祝福，就是講用祈禱甲宣告來交託上帝。因為你有時會想講，哎呦，這個囝怎樣哪教？有個囡仔是足巧的吼，巧到老母都無法理咧。
啊，你要哪教？即摆囡仔吼，敢若电脑你就输伊啊，你要哪教？啊，所以呢，我捌有一个老母吼，定看到囡仔拢咧讲白贼啊，足生气啊！甲学校的老师，甲人讲要哪甲教拢无安尼。有一天吼，伊就祈祷上帝讲：上帝，我即个囝吼，开始吼看起来无上好咧，这个足啊黑白讲、黑白天花乱坠咧。但突然间，伊对上帝点出一个启示，讲：你要用另外一个角度看你的囝。伊即马开始吼。有一遍讲无爱去学校啦，伊就甲讲编一个故事，甲老母讲。即个老母吼开始无生气啊，伊开始讲，哇，囝你足够，这个想象力怎么那么丰富啊？真牛哦！一个开始甲肯定学落的时阵啊，后摆伊就袂讲白贼啦。甲肯定伊有即款想象力啊，会晓讲故事的能力。后来即个囡仔讲，后再成做一个足好的小说家，因为足够天马行空想来想去，啊！你无甲鼓励即项吼，用迄来做歹嘛，讲白贼啊，甲你骗啊，但是讲你正面，伊说我想的遐个故事吼，安尼互人看到啊，非常的着迷就对安尼。咱嘛知影讲吼，迄个巧的囝有时老母袂晓教呢。上出名的一个就是奥古斯丁，古早迄个圣人吼，奥古斯丁的老母叫做莫妮卡。伊即个囝吼，都逐项拢足够足巧，读册嘛足够，但是吼都放纵啦，无爱照信用就对啦。即个老母吼，对细汉就退祈祷。即个奥古斯丁少年时代是足费累啦，但是后来呢，老母骹头乌的祈祷，流目屎的祈祷，互即个奥古斯丁反悔悔改。所以咱真侪人捌听过，也是看过，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对无？伊对家己人生的改变，知影讲啊，迄个罪性吼要安怎改变？若无圣神的开，那是做袂到。啊，所以后来伊即本《奥古斯丁忏悔录》诚做，反正是历史的名著啊啦，无人阁否定的就对。遐尼即话，最后最近看到两个出名的老母的故事，互我真有感触。啊，咱无要做评论啦，互咱遐尼即话去思考吼。一个就是导演张艾嘉，伊写一篇文章啊，最近啊有伫母亲节，大家拢会甲发表出来看。伊写一篇文章叫做《上帝甲囝儿献互我，啊我甲自由献互囝》。安怎讲呢？即个张艾嘉大家拢捌伊啦吼，导演啊，佫足够演，啊佫会晓唱歌吼，逐项拢熬就对啊。对细汉吼，对囡仔时代就足出名就对啦。啊，所以伊人讲。才能足好吼，足有自信。伊家己生一个囝吼，开始用伊上好、感觉上好的办法咧甲栽培。哇，细汉就教伊安怎有啥物，爱有啥物款的礼貌，啊，穿插爱绅士吼，啊，食物件、讲话、行做拢爱足标准的就对啦。啊，而且吼，佫带伊吼上台吼，啊来表现出变做足出名的一个童星就对啦。伊教育方法要打造即个囝。要变较优秀，无拍算吼。伫香港的时阵，去互遐个歹徒上着啊，知影讲即个遐出名吼，啊，甲绑架，啊，要甲偷赎金就对啦。后来好佳在，伊知影讲吼，即个情形伊付偌济钱，讲要800万的港票啦。伊到尾嘛是去报案，好佳在警察去追踪着。去甲伊这囝救出来，伊个囝叫做奥斯卡。你看，细汉就甲号名做奥斯卡，就知影讲吼，想讲后摆即个囡仔会当得奥斯卡什么大奖的款。伊讲脱险了后吼，伊开始学用着伊本性老母的听，无爱用一大堆有的无的吼，想讲要互我即个囝逐项拢甲栽培啊到。伊讲煞颠倒感觉着讲即个囡仔甲伊的感情足亲的就对啦。伊讲伊家栽培一个安尼亲像足有架势的童星啊，伊袂甲感谢。伊互伊即个世间上好的穿插食物，伊嘛无感谢。但是当伊带即个囡仔去埃及的沙漠吼，啊坐落岛咧佚佗的时阵，甲揽掉的，竟然伊伫个身躯边甲
甲伊讲妈妈感谢你安尼。伊突然间感受到讲，哎呀，我用我人的知识要来造就即个囝，囝毋无甲我感谢，伊个颠倒感觉足压力的就对啦。但是伊用迄老母的疼来揽伊的时阵，伊竟然甲说多谢，所以后来伊就改变啦。毋是带伊去餐厅食遐高级的牛排啊，伊互伊去食麦当劳就好啊。伊阁食足快乐，甲伊的同学足快乐安尼。伊最后即个张爱遮像即篇文章有点亲像伊家己的一个忏悔录就对。伊讲我是一个因为痛苦来大汉的妈妈安尼。这是伊的细囝即个奥斯卡大汉的情形吼。第二个老母最近搁较出名吼，世界首富马斯克。咱知影讲，咱若看到特斯拉吼，即款车拢感觉目睭金起来，讲哦，即款车拢无声的吼。即个马斯克是全世界上好个，钱上多的就对啦。但是拥有伊大汉是一个单亲的老母。即个妈妈吼，因为马斯克出名，但是伊本身就足出名，伊是一个国际超模。到我70几岁吼，阁是，意思讲做模特就对啦。人就足好奇，因为即个老母吼生3个囝拢足优秀，其中即个马斯克上出名。伊老母叫做梅耶啦，伊讲吼，伊安怎教囝？伊讲我从来无甲因讲要学甚物科，嘛无检查因的作业。伊讲这是你的责任。伊的教育条款是讲，毋通为着保护囡仔，无互因负责任啦。伊讲伊细汉就灌输囡仔冒险的精神，叫因爱独立、善良、诚实、体贴、礼貌、辛勤、温勤做工、做好事安尼。甚至教囝讲无惯死遐社痴啦，伊就活得足好，无想要甲因生，确定囡仔安全了，就互因去找家己想要做的事。家长通教伊好好做人，但是互伊决定要做啥物。这是伊的教育条款。当然，咱知影讲哦，迄是出名了，伊讲的人会听较会落嘛。若无人讲敢你讲的有影，伊就真正安尼甲教。新闻咧报讲，即个马斯克吼，世界上好遐讲，竟然无家己的厝呢，讲租厝咧住咧，真奇怪吼。毋过伊是都照伊的生活，但是人会较新鲜就对了。这是即个超模的妈妈吼，伊。囝未出名的时阵，伊就足出名就对吼。佫是一个营养师哦吼，一个营养师。即细汉时甲伊的囝儿做伙大，做伙翕相的相吼。现时话，今仔日即个主题是要甲咱三甲来安静来思考。你有一个会当100%掌握你的囝儿成长，讲照我的办法就会成功的，有人即款自信无？若无，咱就谦卑落来，甲上帝讲：上帝啊！我毋知影要教我的囝，要安怎教？上帝求你，互我有智慧，互即个囝儿，你透过我即个老母的即个器具就对啦，来栽培出上帝你所下伊，即独一无二。我即个囝，即个查某囝，互伊诚做上帝所疼的囝儿。这是咱基督徒上大的一个恩典，也愿主赐福咱所有做妈妈的有即款的智慧甲气力。咱知影讲，接受信仰教育的关键是安怎？伊讲，你的儿女拢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要大享平安啦。台语的圣经安尼写，咱即个经节内底迄个章的数字毋对，是54章吼。伊讲，你的囝儿会受上主教导，你的子孙拢会平安欢迎。兄弟姊妹，互主来教，但是你是真做上帝的采用。用智慧甲上帝天性的疼，造就你的囝，诚做一个上帝所疼的囝子。感谢主，即时咱要吟首圣诗来回应，然后咱大家做伙来祈祷。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咱坐咧吟就好，咱来吟1节，甲第4节就好，1节甲4节。上帝疼痛哪会遐大，欢喜喜乐予我，
经我比美小看的人，予我甲美君话。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深信我可为伫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的到彼日。第4站，白行诚信三位一体。一生一冠一大，尊贵永更永远无替，恶路伊名无衰。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深信我可为伫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的到彼日。今日姊妹伫音乐的中间，咱为着这2、3项事来代祷。头一项，咱为着每一个做母亲的，伊是上帝所差遣的天使，伊能有智慧来栽培家己的囝儿。是用着上帝的智慧，用着上帝的听，互囝儿会当照上帝的旨意来成长，互老母心无烦恼、无看恼，因为主所听的，伊就要家己管教。咱为着家己的老母献上感恩，家己是做妈妈的，求上帝赐你智慧甲开力。第2项，咱为着这个疫情一个新一波的影响，咱毋是干那挡互伊无感染，是求上帝保守咱，互咱感染着无拄着艰苦，无拄着过头的病痛。咱求主保守咱，中间有诶有风邪也无主完全的，也是身体体质较无好，较惊有影响的，求主来照顾保护，互咱来平安度过这波疫情的攻击。第3，咱为着教会这长辈、这细囝来祈祷，求主赏赐因平安度过。也咱为着病痛兄弟祈祷，为着你所疼的亲人来祈祷。特别伫北部现在疫情愈来愈严重，求主带领咱的亲人，咱所疼的拢有主的照顾，拢得到平安。也为着咱所认捌病痛中的兄弟来代祷。咱三甲为着这事开声，也是伫细声，咱做伙同心来祈祷。现在主啊，上帝感谢你的恩待甲保守，赐阮甲祝福，将你的听赏赐予阮，我向你们祝福每一个做老母的妈妈，得到你的祝福，拄你的智慧来教养家己的囝儿来成长，这是上帝你大大恩典甲听。我求你也保守，阮在各今下日子会，大家人让平安度过这疫情的干扰，大家人。无论有感染无感染，拢真正平安。即阮求你也保守每一个兄弟姊妹，上帝你的看顾细囝甲大人，以及阮这些亲人拄到病痛，求你施到你的医治甲头帮，感谢到你。主，阮的上帝感谢你，阮对圣经你的话语得到一个启示，你将上宝贵你的智慧甲启示赏赐伫每一个妈妈的身上。因为每一个囝儿拢是上帝杰作，独一无二的，所以我无一定有甚物款的标准的版本通培育囝儿，但是有上帝的智慧，阮就确信上帝要将上好的放伫阮逐个人的囝儿的身上。阮将来正做上帝你所下用的器具，伫社会、伫家庭拢有大的贡献。主，阮求你保守伫这个疫情过程的中间。伫这波政府的政策内面，阮无法通阻挡，阮无得到无感染的机会。但是求你保守，互阮这兄弟姊妹，互阮毋但是有疫苗的保护，也互阮的身体因为有好的保养，无致到拄到重症，也是病痛的侵扰。阮求你也照顾兄弟姊妹中间，阮有的主日学生也未煮有风邪的，也有的年长的肉体较软弱的。抵抗力较无好的，上帝你找天使来保护、照顾，
互阮平安来度过这波的疫情。阮中间教兄弟姊妹有肉体欠安、心神软弱、有的工作受影响的，也有的家庭拄着困难的，爸上帝啊，阮恳求你施落你的恩典、你的保护甲看顾伫阮中间。阮有的兄弟啊，无伫现场参加礼拜，也求你亲自保护甲看顾，互阮所接触的人，互阮所接触的场所，主你拢保护阮平安。并听兄弟求你也施落医治。阮伫你面前恳求、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奉献。请起立，咱做伙来唱奉献的诗歌。请坐。接下来我来报告咱的周报的内容。伫报告前，咱先来共读本月金句，伫周报的后壁面以及咱的音幕，咱来共读两次。来开始，我对他人出来就交代你，对我出老母的目肚。你是我的上帝，诗篇22篇第10节，搁一届。我对他人出就交代你，对我老母的目肚，你是我的上帝，诗篇22篇第10节。就报咱的第2页有记载下7周的侍奉同工，下1周的司礼黄俊君执事，请留意。其他的同工也请留意，其他上周的报告以及第3页的聚会信息，请大家过目了解。第4页，咱的集体沟通，才有8点，我来简单报告。咱今仔日感谢最后的师生，因用诗歌来表示对咱今仔日母亲节对每一个妈妈的一个祝福。咱今仔日也有出色的妈妈，拢有一份礼券，以表示咱教会对妈妈的敬意。因为咱母亲节以前有全家福的拍照，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改伫个父亲节甲来进行。第2点，下一礼拜是大众传播主日的奉献主日，请咱为这来关心，并特别咱也有邀请陈宇孙牧师要来为咱来请安甲正道。第3点，因为疫情的扩大，所以有真济单位甲咱的活动拢来停止，有
爱心午餐、心灵转角、双人团契、书画班等等拢来停止。等甲疫情有一个明朗的时阵，才过来继续。咱的教会所组织的活动，原底种植的修灵会，以及咱8月14要举办的46年周年庆，也是拢暂时来停办。疫情严重有来扩大，所以咱建议大家都爱去拍预防针。那上好三节拢爱去做。特别若有较慢性病的其他危险性的就会当利用咱的线顶来聚会。第4点，咱5月20有特别邀请刘进展牧师以及暗时的祈祷会，要邀请伊来做咱培灵会的带领，真丰富的福音要来传讲，以及咱5月29也是有组织的培灵会，也是邀请伊来做咱2场的礼拜。第5点，咱6月份暑假的预告，请大家来过目了解。第6点，教育总比团队的报告，有教育的课材有理财诱导、经营诱导等等的课程，时间、地点请大家来过目了解。第7点，爱上陪伴离婚的关怀的消息，请大家过目了解。第8点，咱若为着乌克兰的奉献，总会有拨一寡口罩，特别为着日前有奉献的，有送纪念的口罩，请大家去办公室来领取。阁有咱的奉献证明，已经拢有资料伫咱的办公室，有需要的，大家去遐领取。第6页甲第7页，请大家来过目了解。以上简单的报告，请牧师来补充。各位兄弟咱今仔日因小朋友无来现场啦牧师先介绍新朋友了后呢，咱要请咱的中级长老来送一个礼物甲花，互咱在座的妈妈今仔有一个新朋友，就是咱信上长老的朋友，叫做戴玉龙兄弟，戴玉龙弟兄来派欢迎伊。戴先生，好谢你伫安南来安南区请坐永康住伫永康啦是属安南咱即时要请妈妈在座的妈妈拢请起立一个好无？咱送一个花甲一个礼券要送你，做母亲节快乐！咱甲遮个妈妈拍一个，摕到礼物的请坐，摕到礼物的请坐摕到遮请坐就知影讲有送还袂摕到好袂摕到啥物才坐落后毋知有伫个婴儿室，还是伫楼骹无的无因为咱是今仔有参加聚会才有送啦，安尼较好处理若有伫外围2楼也伫别个所在无摕到的来领好，摕到的请坐，摕到的请坐感谢主阁有一个红包好，牧师做几项的补充，安尼就要结束头一个是讲即个疫情的关系咱已经报告足侪摆咱聚会嘛是照常你若感觉家己有安全，就欢迎来聚会。伊即嘛无讲餐厅袂使入去的啦也无讲叫你袂使坐梅花座啦，这距离什么社交距离，即嘛拢无唯一上大的保障就是你身体健康毋惊感染若感染像咧感冒安尼食药就好安尼所以咱即嘛是心理上莫惊啦。较早若听到送丢迄惊甲毋知人去即是讲好佳哉无代志，平安安尼祝咱大家拢平安度过即波的疫情第二是讲，咱伫即个周报内面有报告即个特别的主日要有讲员来咱目前是拢无取消啦
啊，若有诶来现场，啊，若无呢，就是伫个网络顶面线顶啊来参加礼拜安尼吼。啊，咱其他诶消息呢，拢有记录伫遮，啊，咱请大家家己来看就好。啊，祝咱大家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满满吼。咱即时来做结束。上扬，咱做伙来唱尾遍的诗歌，唱煞了了，请牧师为咱来祝祷。愿上主大仁爱，应点你心内。主的正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愿主应更变就你，应主必宽待你。主诚心保守你的日子，到永世代。昨日领受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保护引带，甲伫现场、甲线顶所有的妈妈三甲同在，享受因对上帝来疼恩典甲祝福，也通过因来祝福侪侪人。也愿三位一体上帝甲咱众兄弟姊妹三甲同在，平安祝福，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咱默祷来闭会。